日嗰個節目啦，就係講嗰啲嚇，即係唔緊要，我哋繼續講。即係你會睇到就係話成個施政嚟講，呢樣嘢好重要㗎。嗱，你呢個深度我哋冇講。即係講話點解講炎黃教？其實始終都係一樣嘢，就係話北京就好似一個 empire 一個皇朝嘅大皇帝，即係佢哋匿喺個深宮裏邊，佢 handpick 一個人就係叫做董建華，咁咪你搞咯嗱。但係仲有一樣喎，而家呢個皇帝咧又改咗啦喎，佢又伸埋手嚟攞錢啦，佢而家已經唔係分傭咯喎。係啊，直頭佢而家走出世界，佢因為其實成件事嘅改變係咩咧？就係中國加入咗 WTO，走向世界。其實嗰個係2002年度嘅事啦，即係應該正式佢入到去2004度啦。你睇到成件事係改變咗，點解咧？如果你1997年嗰陣時，你話叫共產黨管香港，佢係唔會管，因為點解咧？佢外匯儲備仲少過我哋，係啊，咁任你搞啊！你敢唔敢擺錢落嚟啊？一鋪就輸埋啦。咁到佢積累咗咁多錢，同埋通過入咗 WTO， 錢揾錢，仲有一個最重要嘅，就係2008年嘅金融海嘯，比風暴更加厲害。嗰陣時中美兩國有咗個默契啊嘛，就大家鬥有銀紙。啱啊！咁所以歐盟就真係仆個街啊！真係夾咗喺中間，歐盟冇得忍。嗱，我咁講啊，即係嗱，我唔係恭維啊冇講。我哋講呢個節目，我本身係做金融業啊嘛，即係其實我都以前研究過，因為我主要做衍生工具，同埋我以前都係曾經係馬克思主義者。衍生工具，所以我對嗰個金融危機咧，我研究過，同埋親身經歷過好多次。我哋喺個節目裏，我哋論咗政治太多，但係今次係好深入，即係我哋而家阿冇哥帶我哋去個方向咧，就話其實好多人睇唔到美中合謀嗰樣嘢啊！美中合謀咁嗱，唔係因為佢冇辦法，其實係兩次嘅。第一次嘅政治嘅危機咧就係美國同伊拉克打。嗱嗰陣時中共咧就啱啱因為8·9民運咧俾人哋用呢個禁運嘅，即係話。斷絕同佢好多關係嘅，但係當老布殊決定咗去打伊拉克嘅時候，佢都冇時間去理呢啲嘢咯。冇錯。咁即係中國咪喺呢個夾縫嗰度走翻出嚟都唔知咯。但係因為佢有幾個，譬如話你 IMF 啊、World Bank 啊、WTO 啊，同埋人民幣即係嗰個角色，原嚟而家去埋嗰個 SDR 啦，都係即係話其實中間咧喺2000年到而家15年、16年，大家都有銀紙。佢做過2次量寬，可能係3次係中國。咁咧去到08年咧，佢係4萬億抌落去。咁中間邊啲人同佢喺度推咧？大家喺度喺後邊係即係推演成件嘢，或者策劃咧。Goldman Stanley 呢一紮人，呢紮人就係高盛統治美國嘅人。高盛嗱，你好簡單，你一睇就睇到嘅，因為高盛呢間行有幾個人都做財長㗎啦，係啊，佢無論民主黨、共和黨都係佢嘅人。好簡單，咁唔夠雷曼夠高盛講晒啦，因為如果你夠雷曼係慳啲㗎嘛，你就得雷曼瓜係咪啊？咁先至再夠呢個高盛係咪？好簡單嘅道理嚟㗎，咁。雷曼咪而家派晒啲貨俾我哋噶嘛？係啊，咁我哋香港啲人仲而家冇啦，以前仲喺你行出嚟開完會咧，咪有人舉牌嘅。唔係，其實而家佢嗰隻好簡單，因為佢嗰啲資產，如果你贖回就得噶啦嘛。因為當時你即係直頭突然間冇咗錢，咁咪瓜咗咯。即係其實你俾錢去認晒佢，咁嗰啲人就唔會抗議噶啦。咁印銀紙咪認翻佢咯。係咯，你俾咗個 banker 變咗 creditor 去買翻，咁咪成個危機救翻出嚟咯。咁而家中共係玩呢個現代最新嘅第5代資本主義揾得最純熟喎，我覺得，即係佢嗰個衍生工具啊，都唔係好純熟。不過問題咧，佢有一個著數咧，就係因為我哋嗰個成本可以好快咁降低。點解咧？因為外國可能有最低工資有呢樣啊嗰樣，我哋冇嘅。我哋一處理危機就係壓縮一部分人嘅消費。譬如講好簡單。鄉鎮企業城市經濟有問題，咪踢翻啲人落去做農民咯，即係你翻去咯，係咪？即係因為其實好簡單，資本同非資本嘅力量，即係話資本同勞工
或者資本同農民之間嘅鬥爭係要鬥爭噶嘛。當你呢個集團冇實力，或者連意識即係你冇嗰個討價還價力量，完全冇。咁佢咪即係將佢個痛苦轉嫁你身上。即係90年前，我哋有海員大罷工、省港大罷工。其實香港一樣啊，俾阿 Gordon，你諗下，如果你係一個喺1997年即係回歸之後嘅人，你經歷咗1999、2000嗰場風暴，如果你係打工仔，你失咗業半年咁計啊！你嗰半年你自己食自己噶嘛？冇錯啦，即係你儲咗啲錢，有機會轉化做資本嘅錢，唔好講話養老啦，你都冇咗啦嘛，你自己去支付咗嗰個投機嘅災難嘅後果啦嘛，你自己去俾錢噶嘛，你明唔明啊？到你冇咗啦，咁一代一代咁，你整得2次份工，如果炒得2次，而且個人工越嚟越低，其實香港當時有3大隱憂嘅，我唔知你當時做咩啦。就係當時做銀行咯。顧得份嗱，第一就顧得份工，顧得份工就顧唔到人工，顧得份人工就顧唔到退休，三樣嘢都一直係一個聯繫嘅。譬如而家我袋係有50萬喺度做嘢，咁我咪聽第二年咪60萬。即係3個樽2個蓋，係咪？好簡單。走嚟走去都唔掂。咁如果我唔見咗份工，咁我自己揾工嗰陣時使咗10萬，咁跟住我再揾份工，每個月揾少2000。咁我就開始騰噶咯喎，即係話我啲 reserve 越嚟越冇噶咯喎，咁咪騰咗成個社會，即係社會又有個動盪啦，可能即係個心唔安樂咯。係啦，冇錯啦。因為嗰陣時係大量我哋個社會大量引入呢個所謂政府帶頭做外判啊嗰啲嘢啊嘛，將啲嘢外判啊，或者係合約化嗱呢啲咁樣喺西方係要嚟 cut cost 嘅。咁我哋個社會又學佢 cut，咁係咪係得嘅咧？而家睇到後遺症啦，即係增加不穩定性，就減低嗰啲人嘅對即係嗰個信心啊，對自己。係啊，即係你好大鑊啊嘛！個問題就係，即係今日唔知聽日事啦。總之就係係咪？咁你咪即係有一個 anxiety 喺度，OK？咁仲有政治啊嘛？你當你個社會同經濟開始令啲人個心浮動嘅時候。咁你政治你應承咗話雙普選噶嘛？咁雙普選係咪一定解決到問題唔知？但係最少係你講咗就要 deliver 咯。你 deliver 咗之後咧，咁人哋會覺得喂呢啲我哋而家唔開心嘅，可能我選咗個領袖，選咗班人出嚟，可能有個 alternative 唔好講一定得。你連呢樣都 cut 埋啊嘛！咁最慘就係點咧？為咗維持呢一個腐敗嘅制度，我哋個社會更加。喺度嗰啲所謂叫做咩啊 collusion 更加犀利啊嘛，因為如果1200票要投落我梁振英嗰度，我都俾翻錢你噶嘛，唔好話 corrupt 啦 collude 都得噶嘛，係咪啊？喂，嗰笪地我睇唔到批咗俾你都得噶嘛，所以呢個代價，好多人點解唔明白就係話冇民主有乜問題咧？冇民主佢會有出現咗一個咁嘅怪圈啊嘛，為咗維持一個令到多數人撲街嘅制度。而令到佢哋更撲街啊嘛，因為你要酬庸翻嗰啲特權分子，你要俾錢噶嘛，要俾利益噶嘛，咁嗰啲利益喺邊度嚟啊？咪喺嗰啲無權嘅人嗰度攞咯。即係佢咧做一啲嘢咧，就係要好似一個天朝制度，即係有個皇帝喺北京，咁佢咧整一種所謂叫問責制，然後咧就建功立業，嗰啲功業咧。係俾嗰個人睇嘅，但係佢喺個過程 ，It's not for the welfare or benefit，同嗰啲叫做既得利益者 vested interest 裏邊討價還價咧，佢要酬庸嗰班人。咁喺嗰個過程裏邊咧，我哋呢班無權無勢嘅不斷被犧牲，係嘛？即係理論上我哋係 stakeholders 嚟嘅，即係我諗一般嘅香港市民啊，係嘛？啊，即係咁。如果你講到呢一點嚟講咧，就係話我哋認識到呢一樣嘢咧，其實。我知道你今日想同我講緊獨立嘅問題，係啊，即係其實你認識到呢一個而家中共實行緊嘅一種以民族主義作為一個外觀而實行嘅一種少數人去壟斷嘅，你可以叫佢做國家資本主義。咁你到底係用民族嘅角度去反對佢啊，抑或從呢一個資本嘅擴張而衍生咗個新嘅暴政咧，呢個你就係要處理，因為點解咧？如果你話我哋獨立咁咪同佢割咯，割咗佢咯，
就割咗佢。你個問題就係話，第一我哋同佢嗰個互相嘅交換好多。你單方面宣佈話獨立，你點樣去應付呢樣嘢咧？你唔知啊嘛，即係你唔可以話喂，中國嘅問題13億人，我哋700萬人點搞啊？唔好理佢，我哋就係我哋，即係等於一個細蚊仔日日俾人恰，有個街邊有個惡霸，佢突然間一日發誓話我唔理佢，咁就得㗎啦，你唔行嗰條路啊？得唔得先？即係你明明喺嗰度生活，有個嗰啲街頭霸王，日日喺度 bully 你係嘛？咁你話我而家今日開始我唔見到你啊！即係我唔見到佢，佢就唔喺度咯喎，係咪？眯埋隻眼呢個就係問題啊！係咪？咁所以因為咁嘅時候咧，呢個屬於幾蠢嘅嘢。所以由於咁嘅時候咧，其實831嗰個人大常委嘅決定咧，係令到大家都好失望，而且亦都做咗反抗。咁所以喺個失望同埋反抗冇乜結果嘅時候咧，就出現咗正話講過啦，我就唔理你，bully我都唔理你，我仲要宣佈。我覺得我係另一樣嘢嚟啦。好啦，我同你切割咗啦。出現咗一樣嘅時候咧，咁佢要自圓其說咧，就發明咗一種所謂叫民族啦。因為獨立都好多種理論嘅。咁民族係最乾脆嘅啦，因為點解我同你冇拉楞啊？我都唔係中華民族啦，我係叫做香港民族啦。係啦，咁就冇拉楞啦嘛。咁好容易可以建立到啦。咁就咁樣。咁但係個問題，如果我哋形容呢一個咁嘅天朝暴政，經過咁耐嘅演變，而家已經係佢勢力係最大啦，差唔多嗰個癌症嘅末期。係啦，佢嗱，你明唔明啊？搶嘢同剝削係唔同嘅。係啊，搶嘢想指住你啫嘛，即係以前共產黨嗰個所謂一黨專政，驚咗香港係咩？就驚我哋攞咗英國，係咪？佢驚我哋提出嘅嘢影響到大陸。OK，咁然後 double 佢嗰個嘛，而家佢唔係喎，佢當咗我哋一間提錢嘅銀行。要 overtake 我哋，所以而家你今日話咩深港通都喺度撳緊你啦，係咪？係啦，咁就 overtake 我哋，咁所以其實在一好大程度嚟講，喺港英時代，如果你提出要社會改革咧，中共係隻眼開隻眼閉嘅，因為唔係佢啊嘛。直到佢就嚟收回啦，就有講啦，就係話車毀人亡啦。嗱，所以其實佢已經諗到，佢有一日會喺度攞錢嘅，或者有一日係要喺度做一個跳板行出去做呢個參加全球嘅資本主義，即係金融資本主義。所以佢而家變咗一個最重要嘅持份者。香港嘅一丁點改革同佢有關係，好簡單。喺20-30年前，香港係冇乜嘢中資嘅機構咧，係會請人啊，請好多人啊，或者一個社會改革係會令到佢嘅成本增加嘅，係唔會嘅。唔會嘅，而家有啊嘛。譬如佢而家投資咗啲公司係 hold 咗呢個有保安公司啊、清潔公司啊。喂，大佬，你話加最低工資，你係咪傻傻地㗎？佢話，大佬，我淨係最低工資支出好多啊嘛。或者你要做一個比較全面嘅福利改革，佢一定要俾錢㗎嘛。所以佢咪第一個反對㗎，即係任何增加福利啊，任何係對嗰啲勞工階層係傾斜嘅。所以我咪講影響嗰個中央嘅利益。係啦，咁所以呢個就係工聯會最難堪嘅地方啊嘛。佢係竭諸於爭取工人嘅利益，但係佢唔知道而家佢裏邊佢口講嗰啲資本家，其實好多已經係大陸嘅資本家嚟啦。咁大陸嘅資本家唔係話佢着件紅衫就會特別憐憫工人噶嘛，佢可能口頭會憐憫工人，口頭都未必會。係咯，但係其實如果咁講，中國係咪一個馬列主義嘅國家咧？我諗一早已經唔係啦，係咪？一早已經唔係啦。嗱，如果講翻獨立嘅問題都係㗎。列寧主義啦、馬克思主義都係針對住一個資本主義啱啱初起嘅時候，帝國大崩潰嘅現實，所以佢係全係主張民族獨立嘅，因為呢個就係肢解嗰啲大帝國嘅。即係佢係一個現實主義嘅應用，我覺得即係列寧其中一本好多人都睇過嘅書，就係帝國主義係資本主義最高階段啦。因為佢蘇聯嘅建立啊，喺第一次世界大戰嘅中間，佢就透過嗰啲帝國崩解、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嘅矛盾裏邊，佢插出嚟噶嘛。咁所以嗰樣嘢而家唔係咁啦嘛，係咪啊？佢而家中國變咗係自己一個最大嘅資本體系嚟嘅喎。因為嗱點樣計咧？有啲人話有水分啊。
中國嘅 GDP 咧，始終就算唔係有美國咁大，都係第二大。即係話佢控制住好多資源，同埋控制住一個好龐大嘅金融市場。所以佢角度咧就係、變咗佢反要維護嗰樣嘢。唔係，所以佢而家咁咪講世界和平咯。係啊，你一喐親喺毛澤東嘅時代咪世界越亂越好嘛。係啦，越嚟世界當前嘅特點就係亂啊，係嘛？天下大亂，越亂越好嘛。佢仲我記得佢毛澤東講咩話？立足於第3次世界大戰要早打大打，係咪啊？原來嗰陣時以為佢發癲啦，佢真係同克魯伊夫講話打咗佢好啦，中國死一半人，我哋都贏晒啊！咁呢個可能係一個戲言嚟嘅啫。係啊，嗱好簡單，即係如果你講話中國呢個作為一個用儒家去治國嘅國家嚟講咧。其實佢而家出現咗個問題，其實一早已經出現個問題就係話，用儒家嘅倫理去管治一個工業社會係有問題嘅，因為儒家嘅倫理係建築喺土地上面嘅，即係話係一個相對零散孤立嘅自然經濟裏邊咧，作為一個體系去維持成個生產關係，成個邊個人做邊樣嘢，邊個人做邊樣嘢，喺某個程度嚟講咧。係類似於印度嘅種姓制度嘅，不過印度嘅種姓制度就因為有涉及宗教，我哋都好簡單㗎，安於本分啊嘛。佢就係一種宗法制度，一種家族同心圓，即係好似咧，其實最似咧就係我哋圍村裏邊嗰啲文化，即係譬如話我成個村都姓鄧嘅，成個村都姓戴嘅，咁我變咗用嗰啲嘢楞住，但係呢啲係過去嘅嘢嚟㗎嘛。農村破咗產之後就唔得啦嘛。係呢啲係過去式嘅嘢。農村破咗產就得咗兩樣嘢啦。一個就係江湖啦、幫會啦，因為你如果喺個農村裏邊離咗土又離咗鄉嘅時候咧，你出到去已經唔會好似農村咁靜默嘅，即係嗰啲生活咁靜止，全條村都姓鄧，係咯，太公分豬肉冇啦嘛，冇咗。咁所以佢就係將呢啲咁嘅建基喺一個自然經濟嘅農村體系裏邊嘅綱常咧，複造一次咯。用黑社會咯，用幫會咯，幫會都係天地師傅，即係喺嗰度攞出嚟一套嘅。咁就唔使講誒，你貴姓啊？你嘅係咩啦？即係我高佬喎咁樣，即係有啲明㗎啦，係咪？我後邊有啲僆，有一套嘢。咁即係佢就如果我哋嘅江湖制度，如果你睇翻章回小説咧，其實大約都係我哋中國嘅農村嘅經濟開始受到即係挑戰而開始崩潰嘅時候，有水土啊，有耕地不足啦。咁佢如果複製咗呢一個咁嘅江湖關係出嚟之後咧，就係取代咗已經沒落嘅儒家制度。好啦，共產黨一種更加新型嘅制度啊嘛。其實佢本身原本係一個幫會嚟嘅，唔係即係佢係更加嚴密嘅制度，因為佢係一個政治，佢係一個政治嘅理想啊嘛。係咪一個政治理想啊嘛？所以你好簡單，共產黨你睇佢。打出咗仗3灣整編嘅時候，佢就提咗支部建在連上。喺連就已經有支部啦，同埋3個人就要成支部啦。即係佢哋係好着重嗰個組織。我諗係啊，呢樣嘢我哋不嬲都係咁講咧，就話組織同埋組織。因為你點講咧？譬如話你法西斯都係極權啦，你智利啊、阿根廷啊都有啲獨裁政權啦，但係佢冇一啲組織去到最基層啊。係嘛？即係我哋而家睇緊一個，即係管個廁所都有個黨支部。嗱，而家我覺得中國都有極權，又走翻去威權啦。嗱，極權嘅意思係咩咧？就係話咧，嗰個權力即係無所不用其極，亦都即係無界極，即係話喺任何嘅生活環節、社會組織裏邊咧，佢都存在嘅。即係佢個控制性係去到好而家大陸已經唔得啦，一問教就得啦。佢問你啊嘛。佢琴晚點解你唔瞓啊？10點幾都未瞓喎。做乜嘢啊？佢可以問你喎。跟住喂，好似睇你嗰日冇帶毛主席語錄出嚟喎。係啊。或者點解而家呢排唔掛住楊章？佢可以上綱上線。同埋你嗰日咧，你毛主席像咧，你要擺咗煲喺度喎。係。咁即係佢可能唔覺意。呢個咪極權咯？即係話所有嘅嘢佢都可以過問，而佢亦都有能力去過問。同埋佢不停咁樣去監察住你。但係呢個問題咧。就係引起咗個反彈咧，就嗰個成本太大，成本好大，因為你咁樣令到啲人都做唔到嘢。第二，你自己內部嘅傾軋啊嘛，
如果你係8000萬黨員，你8000萬黨員對13億係咁，8000萬裏邊有啲再插㗎，我話插你，你插我，係啦，所以其實打你小報告極權主義即係如果用當時有一個報殺或者講，即係批評斯泰林就係話呢個全黨服從中委會，中委會服從政治局，政治局服從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常委服從史泰林統治。即係史泰林一個人話晒事。係啦，冇錯。咁所以其實佢係，不過呢個當然亦都同俄國嘅東正教有關係嘅。即係俄國嘅東正教，因為斯泰林咧本身係想做神父嘅。誒係啊，咁佢呢個好多人忽略咗啊。咁佢就用東正教嘅方法去做啦。咁呢個所以咪話，即係就算你係講個馬克思主義又好咩都好，你要同翻嗰個採用馬克思主義嗰笪地方嘅人嘅文化社會因素結合噶嘛。即係佢嗰個列寧式嘅布爾什維克政黨咧，佢係用一種東正教嗰種嘅組織同埋嗰種嘅思想控制嘅方法嚟參考嘅。即係佢唔係 exactly 一樣，但係佢係承接咗成。列寧就係即係取法乎，因為佢個阿哥咧就係全俄最出名嘅一個刺客嚟嘅，殺死咗個亞歷山大。即係做搞恐怖主義都係。汪精衛都佢係民調嘅，佢係公開民調嘅。咁列寧就開始就唔會採納佢阿哥嗰條嘅。其實俄國嘅恐怖主義、虛無主義。色彩抗爭無底線係盛行咗成好耐，成百年都有。嗰啲知識分子因為覺得呢個即係沙俄唔改革，佢用刺殺嘅方法，佢嗰所謂叫逃到群眾中去啊嘛。咁所以嗰個就係民粹，俄國係民粹主義咁嚟。我哋直情走入去農村，直情走入民間嗰度做秘密結組黨。然後就周圍去行刺啊，跟住破壞啊，就宣揚俾嗰啲宣揚俾嗰啲農民聽，宣揚俾農民同埋工人聽，即係如果呢度就洗腦，嗰度咧就係殺佢，殺到佢驚為止。即係兩條路走嘅，一度咧就係嗰啲洗腦啊、意識形態嗰啲咁嘅嘢去愚民咯，可以話。另一方面咧就用啲恐怖嘅嘢去嚇佢啊，去殺佢啊，即係。咁其實兩隻手咯。文末清初就係咁啊。係啊，兩隻手做嘢。不過文末清初我哋有好多變咗起義啦。其實嗱，老實講，如果你起義得幾百人去起義，其實都係一種集體恐怖主義嚟㗎嘛，某個程度講，即係話我用一個恐怖令到你驚啊嘛，要奪權啊嘛。其實好多人都唔明起義同革命有乜分別咧。起義同革命有分別嘅。起義就係話一批人覺得而家可能時機成熟啦，我做咗先，睇下其他人嘅反應。冇人跟我縮啦，有人跟我咪即刻建立新政府啦。冇人跟。係啊，可能殺頭。其實好簡單有好多走路嘅。辛亥革命其實都係一次起義啫嘛，所以其實佢都係叫做辛亥，即係嗰次係一個武槍起義啦。有兩個嗌法嘅，辛亥革命、武槍起義。其實武槍起義先係真嘅。係啊。因為當日係革命黨裏邊喺新軍嘅花名冊俾人檢獲咗，佢要提前做。佢就係應該就係走漏咗消息啊嘛，所以就要俾人攞咗本花名冊，咁即係開會話喂，如果唔做就大家攬住死，咁起義咯。起義點知嗰個都督係咁渣嘅，因為嗰個黎彥雄啊，你個床下底，你個床下底咁清翻出嚟。咁所以其實你話講翻香港而家話用港獨去處理嘅問題，你第一個要考慮就係話你要認識清楚中共到底係個咩政權。同埋使唔使發明一個民族嚟反對呢個暴政？你要發明喎，發明咗仲要去周圍遊說啲人啦。然後嗱，譬如話，我就話，即係好多人都講啊，毛澤東最初搞革命咧，就寫咗篇文，係咪佢寫我都唔知啦。即係中國目前各階級嘅分析，誰是我的朋友，誰是我的敵人。嗰本係無選嘅第一篇文嚟。嗱，即係我覺得咧，咁樣嘅一個 framework 咧，或者係啱嘅。即係話你香港要搞抗爭咧，就話而家香港700萬人，你係咪要做一個 stock take？究竟邊啲人屬於乜嘢？咁呢個嘢如果你而家做，如果除非你真係將香港作為即係你港獨，除非你唔理中國啫。因為如果你講中國，如果你講係港獨嘅話，中國都係你嘅中主角啦。所以我覺得咧，你一 stock 分析埋佢啊，你就撲街啦。點解咧？嗱，你淨係講呢700萬人裏邊咧，
對政權不滿嘅可能90%，對689不滿咧可能9%。但係你話佢而家覺得自己完全係香港人，已經成為一個香港民族一部分咧，可能得2%。咁你咪有排搞咯，係咪？你發明咗之後，仲要拎去推廣喎，係嘛？係咁，所以其實講翻香港民族呢回事咧，咁當然你可以有好多方法嘅，可以係一個即係 ethically， 即係種族上面證明自己一個民族，咁我覺得係好難嘅。係啊。第二，如果你話用一個所謂憲政上，即係話一個身份認同自主去建構一個民族咧，咁呢一個咧唔係唔得，但係咧就要搞好耐咯。因為其實而家好多人都係講，我哋同大陸已經離開咗咁耐，大家嘅睇法唔同，大家嘅思想啊、文化有好多好長嘅隔閡，於是成立咗另一種嘅意識，另一種身份認同，係咁講啦。咁於是咧就係我哋呢種叫做公民民族主義咁啦。所以咧我哋香港同大陸咧已經係兩樣嘢啦。呢個係較為即係合理嘅，就係話，咁其實個問題就係，咁如果要咁樣處理嘅時候，就未必要獨立啦嘛。係啊，你都係繼續支持㗎。即係你就算其實我覺得你建立咗，真係俾你建立咗另一個民族，你都可以係 autonomy 㗎，即係唔係一定要獨立一個國家嘅。但係反而你真係同一個民族，你都可以兩個國家㗎喎，係咪先？咁你好簡單啫。嗱，講翻一個例啊。嗱，台灣一個例啦，咁大家都想取法乎台獨啦。咁台獨點解會係咁咧？就因為實際上面即係亞細亞的孤兒啊，即係話其實佢係一早嘅時候冇人理佢嘅呢個地方啊，即係當佢傻嘅。咁其實係航海史嚟講咧，就係西方人首先去發現一個地方，係咪？咁先係西班牙人，西班牙人去咗又唔去，咁跟住荷蘭人贏咗西班牙人啊。Formosa 就係即係荷蘭人睇到呢個美麗嘅地方啊嘛 ，Formosa。咁當然你一個海島，即係 No man is an island，No island is an island。咁你梗有啲接觸嘅，問題係幾多啫？好啦，如果你講話中國去處理台灣嘅問題，基本上佢係當一個後勤基地啫嘛，即係話反清復明啲後勤基地，借一借佢用。所以咧，佢哋啲人咧就話對歷史咧係可以曲解或者故意隱瞞，或者放過去重新即係顛倒嚟寫。因為荷蘭人點解咁中意喺台灣整個島咧？因為荷蘭係一個擴張緊嘅殖民主義嘅國家，佢係需要貿易。即係嗱，荷蘭有荷蘭印度公司嘅，英國有東印度公司嘅，輸咗啦。咁但係荷蘭同英國係好相似，一個航海建立嘅一個大帝國，係周圍去做貿易。其實荷蘭已經好快沒落㗎啦。好快沒落啊！但係佢，我想講咧，佢荷蘭係點解咧？佢個印尼咯，係啊，印尼咯，搞啫。印尼都幾即係人哋攞咗個香港小姐冠軍，你又攞個如花翻嚟，係咪先？你要攞多啲正嘢啊嘛！英國佬就攞到好多正嘢。咁你荷蘭咪攞印尼咯？荷蘭攞印尼。咁啊，印尼唔係唔好啊，但係英國佬攞多好多正嘢，所以喺嗰個海上。英國人就點樣咧？嘅霸權佢贏咗。其實佢係準備，後來佢成個嘅講法咧，就係將香港作為跳板㗎嘛。佢話香港大學為中國而立啊嘛。同埋佢全部嘢都係為咗中國㗎咋，佢香港成為一個自己嘅中心，而係處理晒佢所有對華貿易。佢全部嘅部署都係咁嘅。係啊 ，Gibraltar 就係軍事情報，控制海港。新加坡一樣，深水港係面對一個馬來西亞大陸，嗰成個大陸。香港就係一樣，香港就係所謂而家大陸術語叫三元地帶啊嘛，沿江、沿邊、沿海啊嘛。咁佢一個就控制住你。其實法國人喺英法第二次侵華聯軍嘅時候，即係割九龍半島嗰一役係啦。咁法國人就要廣州灣啊嘛，佢咪攞翻個即係攞翻扎沙咯。你有啲我有啲。因為咁樣咧，就令到香港係能夠繼續存在好重要。因為點解佢有一個即係有一個hinterland啊嘛，遠啲。冇錯，一個島有個大後方啊。係啦。
咁佢咪咁做咯。但係我想講咧，荷蘭人攞呢個台灣咧，唔係話有啲咩領土野心，或者佢係好似亞歷山大咁。係個點嚟啫。佢想用台灣係做亞洲嘅貿易。係啊。佢因為佢係。而家你走去台南睇到㗎。係啊。台南有博物館㗎嘛。就係呢樣嘢咧，我本來我哋今日就係講呢樣嘢，即係話台灣嘅興起咧，就由貿易開始嘅。